LED 防爆燈同一般 LED 燈嘅分別係咩呢？ A 光源更加集中 ，B 耗電更加低 ，C 防止爆炸風險 ，D 照明範圍更廣。答案係 C， 防止爆炸風險。防爆燈符合防爆標準，經過嚴格測試認證，能夠防止火花或者高溫引燃。呢個就係佢同一般 LED 燈最大嘅不同。若果所在嘅場所冇爆炸風險，可以選用一般 LED 燈降低成本。但係有爆炸風險嘅場合，必須使用通過防爆認證嘅燈具，確保人員同設施安全。如果你需要安全合規嘅防爆照明設備，歡迎聯絡精子 MeLight， 我哋提供符合國際防爆標準嘅 LED 防爆燈，並且提供專業照明工程顧問服務。MeLight 為你打造最合適嘅照明方案。